我係鄧銘森，選舉委員會界別嘅立法會議員。我係一個土木工程師，我做咗土木工程20年㗎啦。咁有好多香港嘅建設啦，例如藍田將軍澳隧道、淨化海港計劃、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咧，我都有份參與嘅。大概10年前啦，咁就透過選舉咧，就成為油尖旺區議員。本住咧，即係用我專業嘅背景啦，去幫助啲市民解決有好多即係區內嘅問題。選舉期間其實即係都有拜訪好多唔同嘅界別啦、唔同嘅團體啦，接收好多意見。咁我係可以點樣用好佢哋嘅意見啦、佢哋嘅期望啦，咁就擺喺個議會裏邊，即係有機會嘅時候可以點樣推進。嚟緊呢4年，我希望可以用好立法會議員呢個身份，做好北部都會區嘅發展。關注多啲民生嘅政策，推動寵物友善嘅措施，希望咧可以讓到各位市民可以生活得開心有幸福感。咁你會點樣利用呢個土木工程師嘅專業咧，喺議會上面推動政府咧落實一啲更加高科技、高質量嘅基建咧？嚟緊呢4年咧，我都比較會着重關注呢個北都嘅發展，咁佢嘅工程啊，或者係發展嗰個提速提效啦，咁我都希望可以幫到嘅。佢哋嘅綠色嘅建築都係我哋需要關注嘅議題。我哋做土木工程嘅，咁就比較係了解嗰個譬如流程啊，有啲嘢係需要點樣去技術上邊如何安排啊嗰啲，咁都可以俾到啲意見政府。咁亦都可以咧，希望可以所謂提速提效啦。咁就譬如用一啲新嘅物料科技。同埋咧喺流程上邊可以點樣減省啦，咁樣當中有冇啲咩嘅議題你特別關注咧？未來4年咧喺議會當中，咁另外一樣咧比較有興趣嘅咧就係寵物嘅福利同埋經濟啦。咁我自己本身咧即係都係有養動物啦，咁我都希望可以喺議會裏邊提出多啲寵物友善嘅政策。咁仲有一啲新嘅諗法啦，包括就係同我哋中醫藥業如何係有機去結合。其實而家亦都有好多人都知道中醫藥啦，其實比較在行係叻嘅咧，就係醫譬如癌症啦咁樣。咁我哋動物都其實係有機會係即係患癌嘅原來。咁所以咧，亦都有啲人係已經利用中藥係幫佢哋做一啲保健嘅即係食療啊咁樣，咁所以咧其實絕對係一個好有經濟潛力喺度咯。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已經係由治及興噶啦。咁我哋如何係振興呢個經濟啦？可以用好我哋香港嘅專業力量。咁我哋希望可以凝聚到呢一方面嘅力量，貼地嘅角度，咁樣咧就可以帶動香港我哋再出發咯。